该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迄个无为法，就是咧甲恁讲安怎，讲叫做平平。迄个无为法，就咧甲恁讲叫做正，叫做正。但是有差别，这差别是一个差别位，这是一个世间的差别位。但是差别位是为世间方便的设定，但是其实咱人生来离开世间后边这差别位，拢是归零。比如讲，你今日去道场，你做领任啊，你做助理啦，你做检验师啦，你做什么前辈，这种叫做差别位。所以甲你讲，有一切现实，现就是三面。哦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为用，这叫做三面。但是呢，现实实就是咧讲叫十地菩萨。那安尼呢，这个人拢一定要受为法。那无受法，那受有为法，这拢袂当成就菩萨。所以毋通讲拢，但是后边这个差别位，这是离世间的方便的案例，这一定要了解。啊，所以呢，正观，迄个正十大正观。就是叫做无为法，啊，什么叫做无为法？得道是得到正见，伊毋是得到地位。修学道，咱若无正见，你要得到解脱道，绝对无可能。因为咱讲，若无正，心偏邪。咱六祖甲咱讲，思量恶事，即行为恶行；思维善事，即生为善行。这叫做两对立法。但是这个物件是用这种世间法。自性，这个咱的思维的变化，因为你的心袂法度归入你的中体物件，所以呢，咱今日去迄个正见，迄个正见无偏见，无邪见，就是佛咧讲叫做八正道。那八正道是往解脱之道咧行，所以第二甲你讲，修道爱追求真理，毋是追求无相。今仔日咱毋上欢喜，咱毋上野青，咱毋上名青，哦，啊，伊到你迄个舞台，哦啊跳啊，哦，敢若演技啊，吼，敢若互咱看到作为欣赏，啊，看到敢若会感动，咱看到伊，咱就迄个做，迄个做。你总着伊签名，你有得到什么好处？你得到伊即个物件，你感觉你得到一个你迄个欲望，其实对你来讲个拢无帮助。其实咱求道，咱是修万道内底当中，咱咧修是要修真理。是真理的法界对自性中的提升，嘛对自性中的深经，对互你了解实相的物件，毋是要了解表象的物件。偶像都是表象，对一个会飞天正地，对一个安怎？我甲恁讲，无对一个菩萨，无对一个圣人，无对一个什么人会当互你成佛，无对一个当互你成佛，只有你家己会当互你成佛。迄个若菩萨，迄是圣人，迄老精人，你若毋修，你拢袂成佛，敢是安尼？所以，偶像只是一种的尊重，迄是一个方向。咱今日比如讲咱道场，咱有咱的奸人，有咱老奸人，这是咱的方向。我们遵从这个叫不叫做偶像？因为咱今日伊互咱的生死，咱将处对伊这种的感恩，对这种的学习，对这种的学习，伊甲咱教。咱要得到解脱之道，咱必定要来甲恁牵教。咱毋是讲看到人，哦，这人做讲做你，我死下咧做，互你做，做到尾你做着什物件？你讲，做到尾你疲劳，所以做到尾你袂当得到物件。所以呢，学道是咧学谦虚，毋是咧学对立。内心谦嘛是讲外形有咧是对，见性是讲平等是对。咱内心谦孝，什么叫做功德？功德在发生中，不在外求。毋稳的，咱修道修到尾啊，苦而不断，忍而不断。修到尾啊，我毋修上大，无啥物人有法度我。敢是安尼？但是你毋修是你的代志，和别人连一点关系拢无。敢是你咧对了，别人袂甲你对了。老先人过去讲一句话：你不修有修的人，你不走有走的人。老先人过去甲你讲。所以修道是谦虚，咱嘛知影讲，一张雕啊愈当头，迄是愈有物件；一张雕啊，伊若到掠下，迄是无物件呢。迄是豌人布地啊，迄是无物件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行道是咧行规矩，伊毋是咧行土序。道中的规矩就是
参照国家宪法，你袂使违反着国家宪法。你违反着国家宪法，你会立关，会立判刑。咱道中的15条法规，好，遵守中15条法规。过去咱前辈才甲立的规矩，这是咱道中伊唔爱，互咱今仔日会当去讨取。火车一定爱行哪？行铁轨路嘛。火车伊若要行铁轨路，伊若要行公路，安怎讨取无？咱飞机若毋照航道咧飞，伊去甲飞对别位去，无照伊航道，伊会去龙山尾。水船若无照伊的水道水道走，伊会搁浅袂，就是搁浅。所以前辈才甲咱行这个规矩，就是要咱按照这个规矩要行上菩萨道，才甲咱定规矩。但甲咱定规矩，咱若讨取呢，毋是前辈才甲咱教无好，是咱家己修无好，毋通看到前辈者，这点咱来了解。所以咱常讲一句讲，不玩太阳篇，但玩机无险。所以有一句安尼讲啦办道是办真诚，毋是办表面。办道虽然有一种迄个喜悦感，我这回点是清上2千就有些，这种的喜悦感，对，它不是竞争，它不是比赛。你点1000个，点2000个，拢无法生存较歹。人点100个，人培养到10个去参考。是，若安尼当中是点1000个，点2000个，拢总无参考。你若点100个有10个去参考，是10把个迄就是100个是较赢2000个、3000个，敢是安尼？但是点愈侪是愈好，毋是毋好。但是上界重要，就是爱甲照顾。咱嘛常讲安怎？你栽作济，你栽树仔落，你知你有压水无？你有甲压水，你有甲照顾无？栽是作济，但是有压水。你点作济，但是后壁要讲照顾。所以呢，不是在办表面，也不是在办比赛。所以咱一步一开来做。讲道是讲真理，毋是咧讲是非。咱一支嘴，若要甲讲起来，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样无。咱行到对一个所在，人会欢迎，就是你口吐莲花。你今日行到对一个所在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你叫做口吐碎言，靠吐碎言，笨手为人。较早是阿婆，你嘛捌听过啦吼。人隔壁咧马尾，安尼嘛，要食马尾酒啦。人翁要食，伊就讲我来啦。因就讲你这忙去啦，这去结讲都无一句好话。我来食我倒啊，我拢无讲啊。人讲好啦，你若安尼，其实你拢无讲话。即嘛是食这个要倒啊，人咧送客官啊咧。头家啊，某某人啊，我今日来拢无讲半句话哦。恁的孙仔若死毋通牵拖我哦，你的死毋通牵拖我哦。一句话就害去啊。敢是？人讲好话毋出门，安尼；歹话是吊死人个巴肚肠。安尼，咱家想看卖啊。咱咧讲的话，圆满天下无过，就参像你讲话人，就参像福星降临。你这个家庭福星降临，这个家庭，你这个家庭的平安，你这个家庭的顺遂，你这个家庭的福报。但是你今日咧讲话若虽然叫做恶刷地心，咱查甫人呢，开始拢甲人行对不对？甲你行，我袂使讲正音啦吼，恁家己想想。迄人听起我是无歹的，我较早阮食捌讲我听，我即捌讲互恁听，怎讲巧呢？敢是？你会使要甲买物件，你袂使找阮老母。我若是讲，伊毋是找恁老母，爱开喙都下3字语就走出来，安尼听无？习惯，迄叫做恶口，就是恶刷地心。所以咱一定要知影，悟道是咧悟法界，毋是空想想。你咧悟道毋是说学白相，较早有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安怎？就是豆腐菜，坐上坐到尾，因为这个卖豆腐过去，倒拢的时阵，咱卖豆腐敢是安尼吼？但是因为钱过去拢欠过去老人也袂晓记，也袂晓记，即马欠久都袂记起来，你听无？有一日当中呢，迄师傅就讲
这豆腐钱哎呀，意思讲，伊接了了后，虽然这个豆，伊的心就是不在于禅定，伊的心就是呢，开始回想他过去的事情，所以悟道是悟法界，法界就是自然界，这句话咱来了解哈，叫做自然界。道是了解道，而不是动作。道场上重要就是了脱生死，唔是在这个舞动作，在这舞是非，在这舞对立，在这个舞党派，唔是这个物件，在这舞上对，杀上对，不是这个东西，不是搞动作。正道是正力法，唔是正能力。能力愈好的人，无代表伊修道已经愈烦；能力愈好的人，无代表伊修道修啊愈烦，不代表这样。上道是管理性，唔是乱思绪，不是乱思绪。上道观其心，内观其心，外观其心。哦，心静静的讲啊，就清楚。所以呢，唔是带接连带开始咧乱，乱思绪，乱思绪。咱真的人哦，是这粒心无同意哦，无同自，因为因素因就享有起心哦。咱坐落了后，咱无3分钟，无5分钟，咱手脚就三个背啊。你们相信无？甚至无1分钟，你坐落手脚三背啊，你心无当去医，你心无当去下。咱的心拢总是这个手脚咧，咱有感觉有？真个社会变成这个的病态。咱要修道，无一个手脚咱袂修道。伊来讲，我这个开始买手机啊，真巧，莫讲你啦，我嘛是安尼哦。但是我嘛开始咧改进，嘛是爱修正啦。既然知影爱修正，所以呢，做修万道的迄个准绳，今以以而性等，为道无中心，追随。